過連結不同嘅群體啦嘅團體，嚟到咧去希望建立一個多元嘅公民組織聯盟嘅平台嘅。咁當中咧都希望可以咧有帶動到啦多元群體嘅對話啦，同埋互相溝通理解咁樣嘅。咁咧都本住呢個目標啦，其實今日我哋呢個講座咧，都希望做到呢個目的嘅，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咧有唔同嘅立場都可以互相對話啦，亦都可以咧喺尊重嘅氣氛、互相尊重嘅氣氛底下咧，可以有交流啦、有討論嘅。咁咧，同埋我哋今日咧，其實咧都會做一個錄影同埋拍攝嘅。咁如果有朋友覺得唔願意被拍攝到啦，咁都可以示意啦，咁樣。係啦，咁我哋拍攝同埋錄影咧，都會係日後會同大家分享翻嘅一個記錄嚟嘅。同埋咧，我哋今日咧其實有一個環節啦，都係好想同大家講下嘅，就係關於香港公民現在嘅發展方向啦咁樣。可能咧大家報名嘅時候都留意到，其實有一題問題咧，係問緊大家願唔願意咧捐款去支持今次嘅講座嘅咁。我見其實大家反應都好好嘅。咁我唔知大家明唔明白香港公民現在嘅狀況啦，因為我哋 Facebook 都有啲資料發放過嘅。咁咧，因為香港公民咧，希望咧可以保持我哋組織嘅獨立性啦，咁咧就盡量係避免去依賴政府嘅資助嘅，係，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咧喺民間裏面透過咧公民社會集結嘅力量啦，包括財政嘅來源呢個力量啦，係可以繼續咧保持呢個獨立嘅組織工作嘅咁樣。咁所以咧，今日都好希望大家咧，除咗嚟一齊聽摸 Sir 啊，同埋聽 Alfia 講嘢之外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咧持續留意香港公民嘅工作，亦都可以咧對我哋有支持啦咁樣。咁我咧而家都唔阻大家太多時間啦。咁現在咧第一個環節咧將會係摸 Sir 講解先嘅。咁跟住之後咧就會有 Alfia 回應嘅時間啦。然後咧就會有對談，同埋大家可以有發問啦，一齊討論嘅時間嘅咁樣。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都可以喺最後嗰個環節啦，一齊公開討論發問咁樣嘅。好，唔該我。好啦，好大家我估你未食飯嘅多啦應該。OK， 好啦，唔緊要啦 ，OK。我估今晚大家嚟咧就唔係想聽我講，係聽孫曉南講。咁所以咧就因為如果淨係聽我講咧，如果你在座都係社工界或者公民社會嘅人咧，都係傾左翼或者叫左膠嘅人咧，其實我講嘅嘢咧你都識，亦都係可能嗰個作用唔係好大。咁加埋個孫曉南咧有多啲佢有啲實定性啦，佢有啲嘢展現緊，但係我估大家冇乜機會去同佢傾嘅時候咧，咁所以今晚咧可能咧係我估計。大家都有興趣睇下，究竟呢個新一代嘅年青人咧，佢有住社工嘅背景，又係一個學生會會長嘅時候咧，其實佢點樣去定位自己嗰個所謂本土嘅定位咧？咁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係個重點。咁但當我係一個簡短嘅，即係30分鐘到45分鐘就開場白。咁當然我個 PowerPoint 可以講2個鐘嘅，咁但係我諗咧今晚時間有限咧，因為佢趕住要走啊，咁所以咧我諗咧我都要適可而止。咁啊到時你提下我，你俾個時間我，喂而家夠鐘啦，唔好講落去啦。OK， 好啦，嗱要講嘅嘢好多啦，有一樣嘢咧就一講本土咧，必然講起近來香港發生嘅一啲嘢。有幾樣嘢值得傾嘅。第一個游蕙禎，游蕙禎呢2日咧係好紅嘅，咁咧就大家知佢為咩事紅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佢講即係博嘢嗰樣嘢咧，其實係大家嘅焦點。但係我今日唔係講呢一樣嘢，我好想講咧，如果你有睇劉慧卿嗰個發言，佢其實曾經提過一樣，佢話而家我哋嘅社會政策咧，好多時只係幫一啲弱勢嘅人，而即係幫一啲弱勢，而好多時呢啲弱勢都係啲外來嘅移民。咁跟住又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未有一個單程證審批之前咧，其實一切嘅福利都係唔適合嘅。咁佢陣間提到咧就係單程證審批取消之前咧，所有嘅福利政策成為一個外來移民嘅誘因。嗱，我覺得呢一度咧，
其實暗藏咗好多我哋對於即係本土嘅一啲嘅理解同想像。我覺得呢個似乎咧，當然大家都覺得呢啲嘢知㗎啦，佢選嘅時候大家都聽過啦。反而佢而家一鳴驚人嗰啲語句，我哋未聽過。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即係我今日想講本土啊嘛，咁所以我想睇下pinpoint咗一樣嘢，原來佢呢一樣嘢有帶落本土個討論。第二樣嘢咧，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咧，上個禮拜發生嘅，就蕭友懷呢件事咧，係1年前發生咧，咁就後來蕭友懷嘅婆婆咧，就帶咗佢翻大陸，咁然之後就避開咗香港人對佢嘅追擊啦。咁跟住就最近咧，佢同阿施麗珊咧喺深圳搭地鐵嘅時候，俾人影咗張相，咁跟住就傳佢咧，蕭友懷咧就攞個單程證，咁個古仔又係咁。咁而個古仔咧，引嚟咗一樣嘢咧，就係有啲人咧覺得，哇，有冇搞錯啊？點解佢可以攞單程證啊？咁而令到施麗珊咧就同大家講，就叫喂，大家不如放過懷仔啦咁。咁後來理大嘅鍾劍華咧，佢都喺 Facebook 入面講咧，就即係希望大家咧，其實佢就話，其實喺困境流離當中咧，其實對人嘅包容人後咧，喺香港一路應該有嘅核心嘅價值。咁咧就我哋唔幫佢咧，都唔應該對佢落井下石。呢一種咁嘅講法，當然又喺激烈地喺鍾劍華嘅 Facebook 嘅嘢，好多人嘅激烈嘅鬧鍾劍華鬧得好緊要嘅，即係咁嘅人物。咁呢度亦都可以睇到咧。你從游蕙禎嘅講法到蕭友懷呢件事咧，其實亦都係充滿住近來我哋對本土嘅一啲嘅想法思考。而第三樣嘢咧，最近幾日前發生一個尼泊爾人打交，跟住警察開槍制止，咁大家覺得係咯，佢揸住把刀斬人咁啊，開槍嗰個諗法咁應該好正確啦咁。咁點知道咧？香港電台咧就訪問咗香港融樂會嘅總幹事。就叫佢 comment 下呢件事，咁佢當然就唔係 comment 個警察唔開槍，佢淨係 comment 一樣嘢，就係話喺個警察開槍之前咧，其實嗰個尼泊爾嗰個人咧係知唔知道咧？其實聽不明個警察講啲乜嘢，叫佢喂，你要投降喎，唔係我就開槍㗎啦咁樣。咁我諗呢個咁嘅 case 咧，其實係以前建基於喺2009年咧發生一個叫林寶案嘅，大家有冇聽過 ？OK， 新一代冇聽過啦。2009年咧喺何文田咧。嗰個配水庫上嗰個發生一件案，嗰件案咧就當時有一個即係林寶嘅人係一個外籍嘅，即係我哋叫南亞裔嘅人士啦。咁然之後就因為俾人投訴佢滋擾，咁跟住後來警察上山去調查。喺調查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咧就即係咁個警察就確認佢，哇係因為覺得佢有啲精神失常，咁然之後就覺得唔聽。咁林寶啊就見到警察上嚟嘅話咧，其實更加發晒狂。後來就警察將佢殺咗。咁後來咧就惹起一種好激烈嘅討論咧，即係當然啦，係即係警察就會覺得，喂呢個人失常，我哋開槍殺佢就好正常啦。咁但後來就引發咗好多咧，究竟林寶咧其實佢即係個警察開槍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冇懂得用一啲嗰個當事人懂得嘅語言去表達咧？嗱呢一度都同我哋今日好想講所謂本土咧，亦都係一個好值得諗嘅問題，因為如果我哋要用一個 ethnic sensitive 嘅做法嘅時候咧，可能理論上咧，融樂會嗰個角度係值得我哋參考。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喂，你其實揸把刀斬人，就算你唔識聽嘅話，個警察揸住槍指住你嘅話，你都識放低刀啦咁。嗱呢一種又係另外一種咁嘅觀點。但係中物論而係點？呢一度都係成為咗另外一個我哋最近晚喺度講本土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對某一啲嘅所謂族群咧，其實覺得，喂你自己揸槍唔啱啦，咁所以嚟講。神係要你聽嘅啫，係咪？你斬人就唔啱㗎啦咁。嗰種咧，其實亦都係同個本土話題相關。而當然最近中門可以2萬現金呢單嘢，亦係令到即係重新炒作嘅時候咧，咁咪冇乜事啊！即係講講下會失聲嘅點解？咁咧就即係攞2萬2呢件事咧，其實大家都即係我估計大家都知道。又再咁樣炒作，當然裏邊嗰個2萬2嗰個家庭係咪一個新移民未必係，但係其實佢仍然係講緊一個綜援係一個好高嘅一個咁嘅福利。咁呢一種咧，其實都係喺一個所謂本土右傾嘅思想底下嘅一個咁樣嘅反撲嘅。咁所以咧，我諗我作為開場白咧，俾你睇到原來其實我哋日日都發生緊好多一啲類似同本土相關嘅議題，係影響緊我哋嘅諗法嘅。好啦。其他嘅諗法嗱，我哋做咩無端端要講呢一大扎嘢咧？就係因為
其實就係即係我哋就係講緊一個所謂本土嘅議題。嗱，咁呢啲我大致識㗎啦。點解無端端今日講呢嚿嘢？我記得咧，我對本土嘅認識就有幾個片段。第一個最深刻嘅片段就係2013年，當時就范國威同毛孟靜提出一個叫做同譚凱邦提出一個叫源頭減人嘅一個做法。咁當時其實佢係好即係正宗地提出一種即係我哋要好着重本土，但係其實我哋唔應該係用咁多新移民落嚟香港咁嘅做法。OK，咁呢種係當時就引發咗咁嘅討論。而呢種討論咧，後來發生到2013年12月，終審法院對於一個叫孔允明嘅個案咧，當時就判決咗。當時孔允明咧嚟咗香港之後，跟住冇幾耐佢丈夫死咗。死咗之後咧，其實佢攞唔到中文，因為當時攞中文要追趕7年。後來佢入稟法院，去到終審法院判嘅時候咧，喺2013年12月17號判嗰個案咧，就係孔允明得直。得直嘅意思咧，就係覺得中文已經係最低標準。況且你就算好唔中意佢，你讓佢嚟到香港攞到個身份證咯。而身份證咧就冇話規定咧，基本法規定嘅所謂香港居民一定要永久性。既然有個需要嘅時候咧，就應該係咁樣做。咁所以當時都惹起一個所謂網上世界嘅激烈嘅討論，就關於喂，哇，終審法院點解會咁判？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覺得要尊重呢個係咁樣嘅判決。嗱，喺本土嘅思潮底下咧，其實喺13年嗰陣時已經一路捲緊落嚟個討論。而呢一種咁樣嘅討論咧，係去到舊年嘅蕭友懷嘅事件係推到一個好高嘅高峰。而蕭友懷嗰個做法咧，唔單止係一個政策嘅討論，大家明白咗。去到最嬲尾咧，其實係本土嘅梁天琦嗰個組織咧，佢就會去到即係原本啊懷仔想去考間學校咧，其實係去撳個門鐘啦，跟住之後有人經過嘅時候就即係會話嗰啲係一啲即係賣國賊啊，即係賣港賊啊等等嘅嘢。咁呢種咁嘅做法咧，其實亦都係近來我哋見到係喺嗰個本土嘅討論一路引發嘅。咁呢個引發咧，到喺今年2月嘅時候，梁天琦出嚟輸咗補選新界東嘅時候，佢輸咗，但係有66000票嘅時候，出嚟講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天下三分。咁呢個咁嘅天下三分咧，彷彿係將整個所謂本土推咗上去一個所謂正式成個社會認受嘅一個咁樣嘅場景。咁而當時我已經預計，其實嗰場仗佢雖然輸咗，但係佢贏得好漂亮嘅話，佢必會再打落去，就打今年嘅立法會選舉。所以今次嘅立法會選舉6個人當選嘅時候咧，我哋叫做天下三分，即係其實已經成為咗一種定局。咁所以咧，其實整個立法會選舉完咗之後，成個焦點嘅討論咧，大家都睇住呢本土呢6個人咧，究竟其實佢點樣帶動緊成個社會嘅議程嘅討論？即係大家嘅焦點就喺佢哋身上，就唔會再係嗰啲舊嘅所謂民主派或者咁樣嘅成員。咁呢度其實係一個所謂本土議席嗰個做法。嗱，成個本土嘅討論咧，其實伴隨咗幾個大問題。第一個叫世代更替，大家識㗎啦，唔使我講啦。無論傳統嘅泛民，就算工聯會或者民建聯等等咧，都面對緊一個世代嘅更替。呢個世代嘅更替就係即係差唔多，佢係政治素人嘅。政治素人冇乜經驗嘅話咧，其實憑住一個咁樣嘅氣氛底下咧，即係羅冠聰，其實可能只係即係做過學員，跟住搞過雨傘運動，跟住冇乜政績底下，其實佢可以亦都相當高票當選。咁可以睇到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係反映到對一種精英嘅傳統政治嘅厭倦。呢啲精英就包括嗰啲即係做咗好耐嘅人。譬如對馮檢基咁舉例啫，即係嗰種感覺咧，你喺網上世界，如果馮檢基諗住出嚟選特首嘅時候啊，喺網上世界俾人鬧得好實在，鬧得好緊要。咁咧睇到咧，其實我哋成個社會變得好快，對一種叫傳統嘅精英嗰種政治係好厭倦嘅，即係再唔係啲即係做咗咁耐嘅人，你都帶唔到咩改變，不如你行開，唔好再喺度搞住嗰個，俾啲新人試下。呢種咁嘅諗法，其實係好強，對政黨嘅失望，對傳統嘅政黨。所以發覺咧，而家嗰啲政治素人冚唪唥都碎片化到緊要，差唔多每個組織話1個2個嘅啫。咁其實佢係有組織，但係個組織就叫政黨。所以咧，每個人呢6個人咧，其實來自5個集團。除咗游蕙禎同梁頌恆係青年新政，其他每一個人都一個集團。一個叫土地正義聯盟，一個叫小麗民主教室，一個叫香港眾志，一
一個叫做熱血公民等等嘅嘢，其實就成為咗個做法。好啦，咁咧就咁當然成個本土嘅討論係最近出現咗啦，咁都係一個即係有啲人睇成咧就係、雨傘運動之後好低迷底下咧，其實大家都冇乜出路底下咧，似乎有少少當大家都話要 vote them out 嘅時候，咁似乎又 OK，佢又冇勾到喎，亦係多咗3席加埋晒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一啲振作嗰個係啲詳情我估你知啦，我唔詳細講啦，咁就好啦。本土係咩意思？民主思路做個調查，嗱、呢個調查最近半年前做，然之後就話本土咧係包括其實就保護香港文化特色。呢一個右邊咧就係年青人嘅睇法，18到29歲；左邊就係普通香港人不分年紀，18歲以上嘅睇法。咁即係話咧，當我哋講我今日講本土，咩叫本土啊？咁原來咧，其實當我哋問咩叫本土嘅時候，呢一個圖像咧，呢一個咁樣嘅調查結果就係反映緊普遍1016個受訪者對本土嘅理解。咁當然睇完呢嚿嘢咧，你會覺得譬如減慢中港融合冇理由得4.6咁少嘅喎。咁當然呢個係你問佢咩叫本土，佢未必識答呢一嚿嘢。但係如果你問佢，你覺得應該香港應唔應該減慢中港融合咧？我懷疑呢嚿嘢嘅比例咧唔會少嘅，應該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咧，而家本土派碌個佢係無論你左翼同右翼咧，就算朱凱廸同甚至到同鄭松泰咧，其實即係鄭松泰會覺得要中港分隔，但係對朱凱廸嚟講，佢可能唔覺得中港分隔咁緊要，但係佢對於中港係咪要必然地用咁樣嘅速度融合嘅話咧，有啲疑問。所以你睇到就算劉小麗甚至到朱凱廸，佢哋都會反對一啲叫做同中港融合嘅大白象工程嘅。當然咧，即係佢反對任何嘅工程，定抑或反對任何同中國融合嘅工程。嗱，咁呢度咧都好值得大家思考嗰個諗法啦。所以呢啲咧，其實呢個只不過大家點樣理解本土嘅啫，唔等於我哋即係如果你唔係問佢咩叫本土，你贊唔贊成呢一嚿啊？咁可能會有啲分別嘅。咁呢個調查我只不過方便大家諗下，俾大家睇下啫。就其實我覺得睇到嘅嘢唔係好多，即係你問為唔係個香港人核心價值咁啊53、43咁啊，本土係咪代表緊呢嚿嘢咁有咁多？不過呢個好得意啦，即係話咧就算鄭松泰佢哋啦嚇，梁頌恆佢哋咧，你問佢個所謂本土咧，其實佢就一定會話叫港人優先。喺呢個價值觀上咧，我估咧，就算我係左膠嘅人咧，我都可能唔一定否定呢個諗法。本土人優先唔等於否定嗰啲唔係本土人冇機會用。不過當北區嘅小學學位唔夠嘅時候，係當唔夠嘅時候，當兩個人爭，一個叫香港人，一個叫做新移民，一個叫做雙非嘅家庭咁嘅話咧，咁變咗佢要爭個學位嘅時候，你覺唔覺得係咪應該香港人優先咧？咁樣呢種討論咧，即其實係好值得思考嘅問題。而家我哋正在面對緊呢個咁嘅問題，咁但係咧，呢一個本身嘅諗法係咪等於一個排拒咧？呢個仲可以再討論下。不過 anyway 呢個對於本土嘅思考咧，其實亦都係大家值得諗。好啦，其實講本土咧，如果你冇任何唔識任何咩叫本土嘅話咧，我俾3條線大家諗。第一條線咧就係咩叫本土咧？其實有3種嘢嘅分別。第一種咧就係、當我哋講本土嘅時候，我哋講緊一種對香港前途未來嘅想像，即係話基本法講明係1997之後50年不變，即係話去到2047之後，基本法係咪有效咧？咁我哋藉住基本法2047冇效嘅時候咧，有啲人講法直接佢就嚟亂啦。然之後我哋可唔可以開展咗一種對香港未來嘅想像？呢種想像係咪透過獨立？又或者我哋唔敢講獨立嘅時候，我哋講自決或者自主。究竟自主係講緊一個自主嘅機制，即係話如果我有個公投，公投完之後人人都話唔應該獨立嘅話，咁我香港眾志咧就會心甘命抵。咁即係自主咧、自決咧係一個機制同埋一個手段，最嬲尾咧未必完全達到獨立嘅可能。但亦都有啲人講咧，最嬲尾我就提，我都唔提公投，直情提香港要獨立。咁獨立或者自主咧，自主就成為咗一個目標，就唔係一個手段。咁所以嚟講，其實自決係手段定機制定目標咧，呢個大家值得諗。但無論點，香港其實講本土係必然地帶動一個對未來嗰種嘅諗法。咁你睇到熱血公民佢哋會話永續基本法、全民制憲，然之後避開咗港獨嗰個議題。咁但係當然後來佢陳雲就踢爆咗，其實佢就話我哋呢啲係港獨嚟嘅，佢輸咗啊嘛，咁輸咗唔怕講啦咁樣啦，咁就冇所謂啦。嗱，咁呢個喺其中一嚿嘢。
咁我估計咧，本土嗰6個人當中咧，其實梁頌恆佢哋嗰3個咧，其實係呢嚿嘢就係主打嘅。佢講緊個本土，佢根本上參選咧，其實就想推呢一個 dimension， 呢一個面向所諗緊嘅嘢。咁呢個咧好值得。好啦，但係原來真正嘅本土咧，除咗呢一個話咧，亦都有第二個就係叫做社會民生政策，究竟佢係左傾定右傾嗰個諗法。嗱呢個咧就喺選完之後咧，好多報紙一講就6個人，我哋叫本土自決派。咁然之後，後來第一個人走出嚟講話唔啱，唔應該咁分。咁嗰個就係歐龍宇，歐龍宇喺 Facebook 喺立場新聞即刻寫一篇文，就開始分別，就係呢個叫本土同左同本土右嘅分別，明唔明？嘅本土左翼同本土右，咁佢就將劉小麗，我哋叫朱劉羅3個人，即係朱劉羅3個人咧，就叫本土左，咁嘅樣個講法。咁然之後就咁樣開咗一個所謂左右。咁原來對你嚟講咧，你根本上唔好識分咩叫左右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以前咧，我香港有啲叫左派，左派嘅意思就係譚耀宗啊、陳婉嫻啊，即係嗰類即係民建聯，我哋叫做左派。咁呢啲人咧，其實點解要叫左派咧？因為以前咧，其實中國咧一路行共產主義啊，咁啊行共產主義咧，香港行資本主義咧，就港英管治。咁以前咧，港英管治底下受到壓迫咧，咁以前嘅左派咧，97之前咧失勢，得唔到港英政府嘅寵愛，咁所以一路都係以被打壓成為一個反抗嘅做法。67個暴動其中一樣嘢就係抗暴掟菠蘿嘅原因，就係因為要抗英國嘅殖民嘅管治咁樣做法。咁從咁個角度嚟睇咧，佢就叫做左派。但係回歸之後咧，時移世易，佢個左派咧今日成為當家作主，咁就成為建制派。咁建制派咧保住個 status quo， 保住個皇位，保住個力量，保住個政府，變咗保皇建制。咁左咧從來都係改革，即係激進嘅嗰個等號嚟。但係今日咧，以前咧被壓迫嘅時候係左啦，今日其實佢根本上咧就叫做係右傾嘅，不過右傾嘅左派咁嘅叫法就叫建制派。咁所以對好多人嚟講咧，撈亂嘅，佢又話左，佢又話左。咁所以後來咧，長毛同黃毓民咧喺2007年成立社民連咧，就話自己我哋先係貨真價實嘅左派，而當時佢哋就叫社民，而社民連係一種叫做民主社會主義或者叫社會民主主義色彩。即係話咧，西方嚟講咧，所謂福利國家咧行嘅道路都係講緊一種，即係叫做福利資本主義，即係本質係資本主義，但係行好多福利，行好多民主性質嘅嘢，去推動一個較為平等分配嘅社會咁樣。咁呢種咧其實叫左傾。咁所以嚟講，香港嚟講咧，而家嘅做法咧，一般嚟講咧就叫長毛嗰類咧係叫左翼，就將譚耀宗嗰啲叫左派咁嘅，但係嗰啲咧叫做左派，實在上就即係話咗就實